因为4年以后可以回到上海去嘛，后来就当然不能去了啊。很可怕的，就是共产党来了以后，就马上把传教士赶走了啊。后来就要求我们中国的神父教友们要进爱国会啊，接受一个独立执法的教会啊。所以那个时候我们报社会的差不多完全都不接受，那么就坐监了。我第一次回去是1974年，也就是说离开了26年，第一次回家。其实74年呢，文化大革命还没有完呢，是吧？所以这个情形很可怕的啊。他们在这个天安门事件以后呢，很多人在中国的都走了，是吧？外国人都走了，那么我就是进去了啊。那么这是从他们的看法是一个友善的做法，是吧？所以看了很多很多事情，所以教会的事情、政府的事情、老百姓的我都看过啊，所以他们骗不了我了。共产党没有改变，从来都不改变，改变的是表面上，他的方法有一点改变，是吧？可是基本上完全没有改变，他们什么都要管。现在说，哎呀，香港的主教也要北京祝福啊，这什么话呢？这就是让我们跟中国完全一样了啊，一国两制没有了，是吧？他们也不敢说没有，其实就是没有了。所以现在这个谁做香港的主教也要听北京的话了，那很可怕，很可怕。爭取民主嘅道路係为什么在国内没有宗教自由？因为大家都没有自由啊。一个没有自由的地方，你怎么可以要求有宗教自由了？他们最怕的就是宗教自由嘛。那宗教自由是一种精神的力量嘛，啊，所以这没有民主，没有自由呢，宗教也不会有自由。